注意安全啊！注意安全。大家唔好咁樣逼，如果唔係陣間佢哋唔會再俾我落嚟㗎啦，好嘛？大家先睇頭，大家睇頭，呢幾條路我行㗎嘛，係咪啊？你行你幾條路，咁我咪多啲地方去行咯，所以盡量大家自己座位度 ，OK， 好唔好？